嘛，这个指挥中心为3月开始陆续来放宽着防疫的政策，台湾的疫情算是稳定了。这个香港进前因为大解封，过来爆发着严重的疫情，一天确诊的病例超过5万例。卫福部长陈时中讲，这个香港的状况是前车之鉴，要谨慎小心。嘛有医师来提醒，要讨白这个防疫的措施，一定要一步一步豆豆来。若要保护高风险的长辈者甲幼囡仔，医师认为上界重要的，也是要提升这个注射率，嘛要想办法，让幼囡仔嘛会当来注到预防针。我们之所以说要谨慎那也是因为有这些前车之鉴那大家都要小心咱台湾3月份起有真侪防疫措施有放卡，令疫情敢有看到曙光。不过香港确诊的人数也伫增加。今仔七日一天确诊的人都超过5万人，大家伫烦恼讲，台湾伫边境放宽缩短检疫期，敢会像香港安尼？国外的松绑就是非常极尽式的松绑，它一下子把所有防疫规定都放弃掉的话，就会有的时候会出现猛爆式的疫情。预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境外移入个案会发生，然后我们的社区也不排除以后也会有一些小规模的群聚感染，但是在大规模接种疫苗的情形之下，可能大部分还是一个轻症，那也不会造成医疗机构的高温负担。政策改进，注射率嘛会提升，不过确发生同情的老大人颠倒注射率无悬，12岁以下囡仔无疫苗保护，免话避免这老大人甲囡仔去围着。专家建议，上好卖分接触到入境的人。是在实际上这个不容易做到很确实，因为这个病毒会人跟人之间传来传去，甚至会有无症状带病毒的状态那我们虽然说尽量避免接触长者，但是长者即使在家中，也会被他家中的人传染到病毒，所以这个大概不是100%的一个防护。即摆上要紧的是，爱好这老大人赶紧去注意风射。这个注疫苗年岁敢会使降低？医生讲，台湾的专家已经有共识，囡仔会使注预防射。是讲靠伫这疫苗药厂也未授权予台湾的食药署。虽然讲无疫苗保护，囡仔医院都爱挂嘴暗，较接洗手咧，安尼才会当避免病毒的危险。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